请石门破残的残霜阿伯啊，人地讲繁华都市，台北对倒去，阮就是无依偎可怜的女儿，自细汉就来离开爸母的身边。来代志，阮想要来去都市，找着女工度日子，也通来安慰自己心内的虚。车石门路边的卖薰仔树。人地讲对面对面，工厂是毋是？若无是要用人，阮想要来去。我看你犹原毋是幸福的女儿，虽然无人替阮安排将来代志。在世间总是着爱自己打拼才美，青春是毋通耽误人生的真义。车石门头的办公阿伯啊，人地讲一间工厂有要采用人，阮虽然也少年，拢不知寒。当今我低头青诉，伊我无希望。卡斯招钱也着忍耐3冬5冬，为将来为着幸福，甘愿受苦来换来，有一日总会得到心情的轻。